你係咪成日都會感覺到，無論你幾努力，生活就好似反覆播放住同樣嘅悲劇，每日重複同樣嘅負面故事，結果自然都只係得到同樣悲慘嘅人生。可能你會問，我真係可以有一個與眾不同嘅生活咩？今日我就要同你一齊探索一下，點樣去透過改變你嘅內心，顯化出你夢寐以求嘅成功同埋豐盛。首先，我要話俾你聽一個真理：如果你不停係咁同自己講同樣嘅悲慘故事，你就會一路咁樣生活喺嗰個世界入邊。我講緊嘅嘢唔係一啲勵志嘅金句，而係有科學嘅依據嘅。好似喺量子物理學入邊，其實佢提到觀察者嘅意念係會影響佢嘅現實，而大腦嘅潛意識係會將你嘅信念轉化為你嘅現實。換句話嚟講，就係如果你嗰日係咁重複我唔夠好，我唔配擁有豐盛嘅時候，潛意識就會將呢一啲負面嘅諗法同埋信念變成你生活入邊見到嘅畫面。你試下用邏輯去諗下，如果你一直同自己講我做唔到噶，我永遠都做唔到噶，咁你又點樣可以期待自己突然之間成為你所渴望嘅嗰個人呢？2025年係一個全新嘅一年，如果你想要一個全新嘅自己，接下落嚟我將會同你分享4招顯化法，幫你重新寫過當日嘅舊故事，變成真正吸引到你想要嘅財務目標同埋嗰種豐盛。Hello， 大家好，我係你嘅電台主持人 Yanki Mac， 我係一位潛意識導師，同埋係一位能量療癒導師。我會喺呢一個頻道同大家分享唔同嘅靈性小知識，記得 like 我條片同埋訂閱我嘅 channel 啊！如果唔係，你唔小心滑走咗條影片就揾唔返噶啦。顯化招數1：改寫你嘅內在故事。要顯化出一個全新嘅人生，你一定要由你嘅內心開始重建。我哋核心嘅理念就係，你一定要由而家開始停止嗰種重複消耗能量嘅舊故事。咁點樣做呢？你可以用幾分鐘嘅時間，用一張紙同埋筆寫低你過去一直喺度說服自己我做唔到嘅話語，然後用充滿正能量同埋可能性嘅語言去改寫佢。例如，將我從來都唔可以成功㗎，改成我而家喺度不斷咁樣進步成長。將你之前嘅負面諗法重新再寫過一啲正面語句出嚟，然後試下用幾分鐘嘅時間記住佢。當你以後喺生活上面一出現嗰一啲負面諗法嘅時候，例如可能喺你工作上突然之間你發現自己又喺度諗，唉，我唔可以㗎。跟住呢個時候，你立即將你之前幫自己改寫嘅嗰句正面語句拎出嚟用。本來你係想講，哎呀，我唔得㗎，然後你即刻停止自己嘅諗法，唔好自己講呢一句說話出嚟，然後將佢變成我呢而家一路都喺度進步緊，我做到嘅。當你越講越多嘅時候，你嘅潛意識亦都會信以為真。佢聽得多嘅時候，佢就會將呢一啲嘅語言力量累積起嚟，幫你將呢一啲正面語句喺你現實生活中顯示出嚟。顯化招數2：設定一個具體嘅目標，
而且相信佢係一定會實現嘅。好多人設定目標嘅時候，佢只係就咁講下，或者就咁諗下。但係要真正顯化你嘅願望，就一定要非常具體。你可以試下想象一下，你希望今年實現嘅目標係咩呢？無論係你嘅月收入要突破幾多位數字，或者你想揾一個點樣嘅理想伴侶，又或者你想點樣實現身體健康或者身形嘅轉變，呢啲都需要由細節開始，慢慢描繪出一個清晰嘅畫面。當你一邊喺度描繪緊你想要嘅畫面嘅時候，你一定要相信呢一啲嘅目標係完全可以實現嘅。舉個例，假如你而家目前嘅月收入係3至到4萬蚊，你可以試下設定一個比而家高少少嘅目標，慢慢去訓練你嘅顯化肌肉。呢一個顯化肌肉係可以點樣訓練呢？就係假設你而家係月入3萬，你可以每日同自己講，其實每個月要增加3000蚊都唔係夢啫，係一定可以㗎喎。然後你講下之後，你亦都會堅信呢一切係會到嚟嘅。咁樣潛意識聽得多，佢就會為你帶嚟真實啦。顯化招數3：假裝已經實現。假裝成就唔係等於欺騙自己，而係一種調動你內在潛能嘅實踐方法。當你設定咗目標之後，你要開始模仿嗰一個已經實現嘅目標嘅你。嗰個成功嘅自己會係點樣講嘢嘅呢？佢又會係點樣行動嘅呢？又或者佢會點樣面對生活嘅呢？當你不斷用呢一種狀態去生活，潛意識會逐漸將呢一種狀態變為現實，推動你逐步走向你嘅目標。就好似愛因斯坦都講過，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當你用想象力塑造未來嘅時候，其實你都喺度創造緊新嘅可能性。顯化招式4：清除限制信念，放手俾時間控制。喺你向住目標前進嘅過程入邊，一定呢係會有一啲嚟自過去嘅負面信念喺度阻擋你嘅步伐，例如我唔夠好，我唔值得被愛，成功離我太遙遠。當呢一啲聲音出現嘅時候，你試下停落嚟，認真去傾聽一下，然後將佢哋記錄落嚟，問下自己，其實呢一啲嘅信念來源係點嚟嘅呢？係咩嚟嘅呢？佢哋係咪真嘅呢？喺清除限制性信念嘅同時，你都可以試下放低你嘅執着，同時學會放手，唔好過分控制你目標實現嘅時間。焦慮只會帶嚟更加多嘅焦慮同埋負面能量。你只要記住，就算呢一刻冇，將來一定會有更好嘅出現。呢一點係非常之關鍵，因為只有當你放下對時間嘅執着嘅時候，你先至可以用更加好嘅能量迎接你未來嘅可能。成功顯化其實係需要不斷嘅練習同埋重複，唔單止係要寫低你嘅目標，而係你要真真正正將呢一啲嘅正面信念植入你嘅內心。你可以試下自行去製作一個感謝顯化嘅回憶錄，就係每一日都用紙筆去記低你對未來充滿嘅希望，實現咗呢啲願望之後激動嘅心情。寫嘅時候唔單止寫目標，仲要寫低你當時嘅感受同埋畫面。
假設你而家想要由月薪3萬蚊去到月薪5萬蚊，咁你就要寫我而家係月薪5萬蚊。咁你5萬蚊之後，你會做啲咩呢？例如可能你已經搬咗去一間大啲嘅屋，或者可能你成日都會去旅行。咁你嘅內心又會係點嘅呢？你可以嘗試將呢啲全部寫晒落去本簿度。例如你可以寫我而家每月有5萬蚊，我生活得好輕鬆，我仲搬咗去一間幾大嘅單位，我屋企人呢都因為咁好開心。我而家呢可以每2個月同屋企人去一次旅行。你可以將呢啲你想要嘅目標寫晒落去張紙度，一路寫一路感受一下當你達到目標嘅時候嗰個心情。除咗寫呢一個感謝顯化回憶錄之外，你可以每日都做一啲自我催眠或者自我肯定。例如可以用每日幾分鐘嘅時間同自己講，我絕對值得擁有美好嘅人生。你試下用幾分鐘嘅時間不停係咁重複講呢一句句子，呢一啲肯定會慢慢強化你潛意識入邊嘅信念，亦都會有效咁樣將限制性信念鏟除，令到新嘅能量會充滿住你嘅生活㗎。當你不斷練習嘅時候，你就會發現，其實嗰啲曾經睇落去好似遙不可及嘅願望，其實佢正在一步一步咁樣走入去你嘅現實生活入邊。其實每個人都有改變命運嘅潛質，但係結局好取決於你究竟係咪願意打破呢一個陳舊嘅劇本，成為一個全新嘅自己呢？如果你一直重複同一個消極嘅故事，你嘅生活就只會停喺舊有嘅模式入邊。但係當你有勇氣選擇改寫佢，你相信自己係可以成功嘅時候，奇蹟就會喺呢個時候出現。你要記住，其實顯化唔係一朝一夕嘅魔法，係一種持續練習嘅能力。由今日開始，你試下選擇相信自己係有配得感嘅，你配得最美好嘅人生。多謝你一路收聽我嘅 podcast。如果你都中意呢條片嘅話，記得點讚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啊！我哋下集見，拜拜。